下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过2个月，特别来举办高雄市长甲台南市长的初选。想要选高雄市长的立委柯志杰，今仔日开记者会，讲要打造台南、高雄、屏东的大生活圈。其他嘛想要选市长的对手，嘛积极来举办着造势活动。另外，想要选台南市长的立委林俊宪，嘛有来参加着柯志杰的记者会，但是并无看到嘛要初选的陈定辉。原来，伊嘛咧开记者会，宣传着伊家己第一期的参选的影片。给台南的是一个台南味、台南查囝的感觉。强调台南查某囝的身份，民进党立委陈定辉手提台南菜粽，搁写台南第一女市长，展现满满的台南味，嘛放上头一支参选的形象片。互咱的囡仔平安大汉。陈定辉这边是用文情路线，若共款有意思争取党内提名台南市长的立委林俊宪，是甲南高边的立委做会表现成绩。经过这段期间的努力啊，总算已经促成了台南要飞熊本，台南飞 Okinawa 冲绳。我们台南在地的公共委员还有徐志杰、蓝高平我们的同志都几乎都到了林俊宪这话是讲真深，尤其明仔载，佮要用大台南新市长的参选人的身份，伫咧安南办后援会。根据了解，后礼拜民进党内初选登记，除了陈定辉以外5个台南立委，拢会陪林俊宪做会领表来登气势。若共一场记者会有意思参选高雄市长初选的立委柯志杰，嘛找党内同志做会规划南台湾24点钟的机场。说将来我们南高屏能够一起共同发展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。柯志杰是强调南高屏共荣，若党内其他初选的对手是同款积极。罗水龙按上后日伫咧基顶办造势，区议员头一场大型造势会伫咧11月15基山美隆登场。若林大华伫咧公山造势了后，22会到区议员的选区基山各办一场。民进党南地岛谁会当伫初选胜出，讲是君主之争，一个火氛味是愈来愈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